台北市府举办就业博览会，现场超过8000个工作机会，有56派的课拢是无相关的经验嘛会当，是吸引袂少少年人去了解。即届来参加展览的企业，在薪水中位数是3.8万，其中鸿海精密是开出4.8万，也若南亚科技甲京元电子，因的年薪中位数超过8万。在头路民众准备好，照顺序进场，毕业季就要到位。台北市府举办青年毕业启航就业博览会，有188间企业，超过8000个工作机会，其中有56派的头路是变经验的。现在的就职缺在转变嘛，所以只是靠我们的概念没有用，要现场看到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。像鸿海的跟 AI 的相关的，然后这块都是未来可能比较有发展性的，所以可能有机会进去的话，会比较有更高的薪水。找头路人锁定科技产业，这摆参展企业的正职薪水中位数38416块，甲全国薪水中位数齐头。其中指标企业鸿海精密的起薪中位数4.8万。除了鸿海、南亚科技甲京元电子年薪中位数超过8万，即马 AI 发展软实力也真重要。People worry that AI will take away jobs. I believe that AI will not take away jobs. The demand for AI proficiency will become important. Critical thinking, complex problem solving. 可会行政会小组化甲个人化冲击劳动市场，让人才争夺战更加严重。需要政府、企业、社会三方来合作。产品业者也讲一直有欠缺问题。其实我们对于就是完全没有经验的，我们是完全不排斥。对，那因为入职之后的话，都有完整的教育训练。目前我们各个职缺都缺5到6位左右。业者表示，希望透过变形工时拍破找头路人，对传统餐饮业工时长这影响，佮透过完善的教育训练甲升级管道，吸引更较侪人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